感谢上帝听同甲祝福。咱即时要三甲做伙伫主的面前，同齐来感谢上帝听同甲恩典。真正伫主的祝福内面，因着基督的听，咱会当成做一家人，会当继续同心为主，同行天路。咱所以为着这来感谢伫主的面前，咱仰望上帝赐阮伫今仔日，特别为着洗礼这兄弟姊妹祈祷甲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名来宣告，咱的确要对主来行，一生为主来活，诚侪主的见证。互主伫咱的活命内底引带咱，互咱会通经历一个真真实实，甲主同行永光的活命。咱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的主上帝，你的听甲阮同在。你是主信实的上帝，因你的平安甲阮同在，赐阮伫阮所以就十分的平安。主啊，互逐项代志拢伫伊的位置顶面。主你亲自引带我，因着基督的降生，基督为我受死，基督伫我身上所成就的，主啊，为这来感谢。愿上赞而乐，荣光归于你。愿你伫我的身上继续引带、保守、看顾，互上帝你心意的欢喜伫我的身上全然成就起来。感谢主，将上赞而乐、荣光归于你。互主你家己极大的能力赐阮伫阮的身上，特别为着阮所亲爱兄弟姊妹。祈祷仰望伫主的面前，愿上赞荣光归于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为听阮来降生，为听阮钉伫十字架顶，并且第三日对死搁活，为着听阮。去你到伫天父的身边，活到永永远远，就是要为着阮代替阮来祈祷甲恳求。因为阮原本毋知影要安怎祈祷，虽然有圣灵用讲袂出的吐气为阮祈祷，但是主耶稣，你伫万项代志内底，你受过试探，总是你无犯罪，你就当体贴阮。这会犯罪的人的软弱甲无奈，所以你伫爸上帝正边，定定为阮来求情，为阮来祈祷。愿感谢天父你对阮的疼痛，继续引带阮，互阮伫上帝你圣灵的引带下面，甲主耶稣基督相同行，学习亲像基督的疼心，过主你所欢喜圣洁。活命，虽然阮未堪得，虽然阮软弱，但主你应允，毋是阮做啥物，是阮相信啥物。照你的话所应允，既若信你的人，你就要赏赐予伊一个官兵，做天父上帝你的囝儿。阮为了这来感谢。愿上赞而乐荣光归于你，愿你所应允平安的救赎临到阮每一位。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后来，请建起报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大家早。昨有来参加这个圣诞晚会，安尼吼，足快乐的安尼。咱这民工兄安尼讲2、6个月的杀爽，安尼分家安尼有够赞安尼。吼，互我总有小可有一点仔勇气，讲嘿，安尼我嘛会使哦。不是讲一个落台讲，吼，规身躯汗，我讲。
比咧起铁厝较忝。袂歹啊，大家拢加减啊学一个家己，会足快乐的吼。来，咱来做消息报告。今仔日圣诞主日举行圣餐及洗礼式，恭喜罗婉虹、陈正贤、林经伦、叶允新、叶允新哦，叶允新吼，樊琼芝、洪丽月6位兄姐今仔日要受洗归入主名，愿上帝赐福因伫主的听中听内面做伙来成长，进入属灵的大家庭。第二，12月24礼拜二暗暝7点到8点，伫这个和乐广场有圣诞诗歌报佳音活动，福音的活动。教会诗班甲专门乌来圣教会做伙搭配来侍奉，欢迎兄姐一同来参加。12月27礼拜5暗暝7点半，城市祭坛伫救主堂要来举行，敬邀兄姐预留这个时间来参加，做伙来为城市起坛守望。第四，12月29号下礼拜日，若有一长的礼拜吼，讲爱伫这个9点半联合礼拜吼，那8点半来，我紧到外口旋风，吼中昼12点到下晡4点，举行全教会联谊的运动会，鼓励穿咱教会制服。应该是啥物制服拢无要紧啦吼，只要是教会吼。敬请兄姐注意时间来参加。第5，12月31日礼拜二暗暝10点到半暝1点，无10分啦，凌晨你要安怎讲啊？0点10分啦吼，举行年度跨年的祈祷会，敬邀兄姐做伙来参加，做伙来孝顺上帝赐予咱规年冬的这个恩典，并且做伙来仰望上帝赐恩，带领未来新的一年。第6，大都会国际儿童事工演习会。地点伫利和壁圣教会，时间是2025年2月19到22，礼拜3到拜6。然后意愿参加培训的兄姐，请向孟村传道来接洽相关的资讯。报名到12月24号，就是拜2截止。敢有补充报告？我来请，谢谢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一昨有一个真水的暗暝，吼，一溯以来，我感觉次序非常好的一年，有人讲非常优质的一年。其实我们已经优质很久了，只是昨天又加分。阿门。那这报告是讲，你昨无来举手，昨无来举手。好，不要紧。第四讲，等下会当领一块圣诞糕，好，等下下课结束礼拜，你会当来伫招待桌摕一块圣诞糕，安尼好唔好？好，谢谢，报告完毕。各位兄弟平安。天气有冷无？但是咱内底心是安怎？烧的吼是火热的，对无？好，咱即时要起立，咱要来应邀来敬拜咱的上帝，互咱用欢喜跳跳的心，咱要将一切所有应邀拢要归乎主。哈利路亚。
你是大君王，夜过黑暗是梦，世情是你忧伤，带来喜乐平安。你是全能主，掌管世情所有，拄起最后捆绑，小事我心的画面，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起来荣耀，荣耀，荣耀我主耶稣，咱同齐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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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主耶稣，咱同齐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主。哈利路亚！咱要将所有的荣耀、荣光、恶乐，拢要归乎伊。上帝救赎咱的活命，互咱为黑暗的权势进靠伊光明的国度，互咱领受新的活命，互咱除去一切罪恶。上帝是派着咱来学乐来敬拜上帝。哈利路亚！所有的荣耀拢要归乎伊，所有的荣光拢要归乎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坐。亲爱的主，我感谢你创造阮，就是要来荣耀你的名。主要互你来得到荣耀。主，阮伫这个12月福音的行动，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主你就是阮的盼望，你就是阮的光，你就是阮的喜乐，你就是阮的平安。主啊，阮要徛伫这死这个位置，阮要为着这块土地。为着阮的社区，我要诚心来到你的面前来祈祷。愿这首的诗歌成做咱的祈祷，互咱会当真正看到上帝的光，照亮这块土地时，这黑暗中的百姓拢要看到光，因的活命拢要来得救。这是咱来吟唱这首的诗歌，愿为这块土地，我相信。
稣基督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活命。若无正着耶稣基督，咱无法度到天父遐里去。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是咱活命的主宰。即时，咱为着咱的土地，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的家庭，为着咱的工作，为着咱的教会，为着咱家己，咱来到上帝面前，咱谦卑来敲找上帝，愿主的光临到这个土地，临到每一个百姓的心，互咱的拢会当来得到这个救恩、救赎的恩典，要临到每一个人。即是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主啊，赏赐互阮这个土地，赏赐互阮这个城市，互阮会当徛咧伫主你的面前。主，我们诚心来祈祷，为着阮家己，为着阮的家庭，为着教会，为着城市，为着国家，我们要仰望伫上帝你的手中。主啊，有这这的百姓毋捌你，伫黑暗中的百姓。上帝，你的光要照亮因的心，圣灵要来感动因，互因会当来得到这个救恩，活命要临到这个百姓。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和创乡加这悲伤拢离开阮这个土地，离开所有的人的心。主啊，你要将平安喜乐、福气恩望来赏赐互阮的百姓，赏赐互阮的国家，赏赐互阮所有百姓伫当中。主啊，伫这个苦难当中，拢要见到这个光。主啊，因就要活起来。耶稣基督为是个活的大灵，要来充满教会。主啊，互阮所有兄弟姊妹，阮举起圣洁的手来祈祷，来守望，互百姓真正会当得到这活命救恩。主愿感谢你，哈利路亚，愿天父，哈利路亚，愿你的国降临，愿尊荣我把天父，愿你国降临，愿颂扬甲悲伤离开阮的心中，愿尊荣我把天父，愿你国降临，愿恩望甲喜乐永远在阮心中。主，阮呼求你，呼求你的国降临，呼求上帝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你的疼痛，临到这个土地，听听阮的城市。主啊，愿仰慕你，我要来信靠你，感谢哈利路亚，愿尊荣我把天父，愿你国降临，愿恩望甲喜乐永远在阮心中，愿恩望甲喜乐永远在阮心中。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主，我要感谢你，拣选阮成做君尊的祭司，像上帝你的儿女，阮有这个权柄，阮有这个能力，来伫天甲地、死人甲活人中间来代求。主啊，阮愿意献上阮家己，因为阮所看见这个世界是正当的。主啊，无论是伫个国、伫以色列、伫咱的国家，主啊，有这这的败坏，这这的不公不义的代志。主，阮愿意献上阮家己，诚做活祭献互你。哈利路亚！咱为咱的座位起立，咱有这个信心来祈祷讲，咱要将咱家己献互上帝，来做上帝工，为主来活，将咱家己的一生献互主。哈利路亚！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灵火熊熊来焚烧，恩公不死已尽，迈开征战步伐，走
们从剪刀为倒塌的造物，我们起来督促其中的破口，从修毁坏的吉他，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令我熊熊来分手，恩高不是一己，迈开征战步伐，高举基督旌旗。你看我们为华冠，以我们为精兵，让我们从剪刀为倒塌的造物，我们起来督促其中的破口，从修毁坏的吉他，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让我们从剪刀为倒塌的造物，我们起来督促其中的破口，从修毁坏的吉他，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让我们从剪刀为倒塌的造物，我们起来督促其中的破口，从修毁坏的吉他，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让我们从剪刀为倒塌的造物，我们起来督促其中的破口，从修毁坏的吉他，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父上帝，你是荣耀的君王，感谢你，因为你的疼痛，和耶稣基督降世，救赎阮卑微软弱有罪的人，脱离罪的死亡。主耶稣，感谢你为阮担当所有的罪过甲过犯，并且对4年个我上天坐伫爸上帝的正边。定定为阮祈祷，定定伫主的面前为阮来求情。主耶稣，感谢你对阮遮尔大的疼痛。亲爱的主圣灵，恳求继续伫阮的活命引带阮，保守阮。阮既然望救赎，成做上帝的儿女，叫阮一生为主来活。互阮伫言语、行为、信心、甲疼心以及清洁的顶面，阮会通成做伫地面上美好的见证。伫这个世界有真侪欺骗人的白贼话，但恳求主上帝，互阮口出文言，互阮断绝批评论断甲咒诅的话，互阮定定会晓用感恩的心来安慰人、造就人、劝勉人，互上帝你的疼充满
阮脚所踏的所在，互人对阮的心上亲自看到主耶稣，亲自经历上帝的疼痛，亲自领受圣神的感动甲引带。感谢主，圣灵的火，圣灵的火，圣灵的火来燃烧阮，烧尽阮所有一切邪情罪恶。圣灵的温膏膏抹阮，互阮对心内底领受温膏，见证上帝，真做上帝欢喜甲见证。感谢主，将一切上赞恶乐荣光归于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阿门。用最大的掌声归荣光给咱的主，咱的上帝。同齐来上读新的诫命，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给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免，请坐。这是咱要来启印第51篇我来启兄弟来印好的所在，咱大家做伙来读。兄弟啊，我以上帝慈悲劝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恁安尼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唔通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互恁测验什么是上帝善良、宣传通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恁大人讲，唔通看家己过伫所着看的。爱照着上帝所分予达人信心的大势，看得合乎中道。亲像咱一个身体面顶有一寡的机体，机体嘛拢无是同款的用处。咱遮侪人，若伫基督内面，成做一身。互相联络做机体，也是安尼。听人唔通虚假。恶爱厌恶，善爱亲近。听兄弟爱彼此亲热，恭敬人爱彼此体谅。殷勤唔通面单，爱心内火热，常常服侍主。甲喜乐的人爱同乐，甲哀哭的人爱同哭。爱彼此同心，唔通志气悬大。颠倒爱扶助卑微的人，唔通家己掠做聪明，唔通用恶报恶，众人掠做水的代志，爱留心去做。阿门。下面进的时间，请牧师。咱请掀开旧报第4面，咱同齐来上读本周主要的经文。咱三甲做伙同齐来上读，请。当希律王的时阵，耶稣生伫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讲。迄个生落来做犹太人的王的伫倒位？阮伫东方看见伊的星，特别来拜伊。迄个王听见了，就心内不安。耶路撒冷规城的人也拢不安。伊就调集了祭司长甲民间的文士，问因讲，基督应该生伫什么所在？因回答讲，伫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咧讲，犹太地的伯利恒啊。
你伫犹太诸城中毋是上细，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对你遐里出来，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当个希律暗暗调了博士来，斟酌问迄个星是啥物时阵出来呢？就找因往伯利恒去讲，恁斟酌敲找迄个囡仔，找着啊就来报信，我也通去拜伊。因听见王的话就去了。伫东方所看到迄个星，忽然伫因的头前行，一直行到囡仔的所在，就伫顶悬停住了。因看见迄个星，就大大的欢喜。入了房间，看见囡仔甲伊的母亲玛利亚，就拍拜迄个囡仔，拍开宝盒，摕黄金、乳香、没药做礼物献互伊。博士因为伫梦中受主指示，毋通阁倒转去希律，就对别个路倒转去分地了。咱搁再一解三角鸭头来祈祷。亲爱的上帝，你会听甲阮同在，引带阮，互阮到呾经过拢平安。主耶稣，感谢你替阮担罪，阮所有当平安活到如今，实在是你极大、极大、极大的疼痛、怜悯甲赦免。所以，阮即时恳求圣神亲自来引带阮、保守阮、看顾阮。教示阮，互你的话进入阮的心，互你的话更新阮的灵，互阮伫你的内面，甲你相同行。阮恳求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教示阮，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伫要开始进前，先来看一个影片。来，请报这个影片。你斟酌看这个影片。虽然伊是华语的，但是呢，我相信咱会当明白。我会更加了解。习惯带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可怕？我们慢慢的来不及。习惯带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可怕？我们可以看到马主人手里并没有绳子，却在马脖子上摆出了系马绳的动作，而马儿仿佛信以为真，就这么凭空的被主人牵走。好啊，感谢主，谢谢。习惯带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可怕？我们可以看到马主人手里并没有绳子，却在马脖子上摆出了系马绳的动作，而马儿仿佛信以为真，就这么凭空的被主人牵走了。其实这并不是马儿有多么信任主人，而是因为习惯的力量在起作用。马儿已经习惯了主人平时系绳子牵着自己的动作，当主人做出这个动作时，马儿自然而然地认为他已经被套上了马绳，因此顺从地跟随主人前行。即使我们将这无形的马绳交给其他人，马儿同样会跟着做出牵马动作的人走。这是因为习惯已经深入了马的潜意识中，就像一个无形的枷锁，牢牢地束缚着他的行为。在无绳的情况下，马儿甚至不会察觉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习惯的驱使，更不会产生反抗的情绪。这就是习惯所产生的力量。好，谢谢。那咱倒转来 PPT。所以你就会了解讲吼，咱的人生偌尔啊济时阵，咱其实受到习惯甲咱约束。伫咱的生活内底，咱会有真济时阵，咱是伫其中，咱毋知是安怎咱会安尼做，咱会直接做反应，会直接做反应，也真容易限制了咱的人生。所以，咱今仔日透过这段经文，咱要同齐来看，这是东方的一寡的博士，同齐做伙来朝拜耶稣基督，因是安怎样来朝拜耶稣基督的？伫这当中，咱看见，当希律王的时阵，耶稣生伫犹太伯利恒，有几个博士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讲迄个出世来做犹太人的王的伫倒位？阮伫东方看见伊的星，特别来拜伊。对这当中，咱会当看见，因是有学问的人，因是晓观星望斗的人。有的人讲因是术士，但是有可能有的人讲因是星象的学家。观星望斗会当看见什么代志来发生。这个代志事实上也是安尼，确实有影真济这星神日月
当伊伫什么时阵会安怎样的时，那么伊就会发生一寡什么款的代志。所以古早人有一本册或者黄历其实伊伫迄个所在也记载真济时阵，伊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就是讲上帝当透过天日伫即个天顶的万象，会当互人伫迄个所在了解一寡代志。了，因对着当来到伫耶路撒冷，伫迄个所在，因问一个问题，讲：迄个生落来做犹太人的王，伊即马伫倒位？咱会当看见一个代志，就是遮个读册人，就是遮个有学问的人，今仔日无定着你，也无定着是我。咱有一寡代志是互咱的习惯，甲咱牵条限制。国语讲这做被制约了。制约意思就是讲，这样代志，咱就是安尼看，安尼看，咱就是感觉伊一定是安尼。迄一天我昨的时阵我有讲过，昨暗圣诞暝的时阵我有讲过。有一届我伫个所在，我最近的时阵我咧雅树路安尼一直徛，拢徛袂好势。我想讲这雅树路都用无偌久，是安怎安尼遮紧就害伊啊！所以我伫个所在就伫个所在徛。但是我咧迄雅树路咧徛的时阵毋是讲无火，伊有火，但是就是袂顺。你迄雅树就安尼一直倒，一直倒。倒的时阵，雅树一直出来。但是你著徛的时阵，伊就袂倒了袂顺。有的时阵雅树出来足济你甲伊徛落的时阵，伊怎安尼轰一个？我那年拢毋敢用迄个雅树，毋敢用迄个雅树路。我就想讲这雅树路应该来换看卖啊。但是尾仔的时阵有一天我伫迄所在，有一天的时阵在迄个外口的热水炉有一寡问题，我就甲伊电池请牧师娘甲伊电池换好。换好的时阵，我才想着讲，奇怪，改成雅树路下骹嘛有一个电池啊！我就是迄所在想讲，安尼我哪会拢无想着讲迄个电池？我一直伫迄个所在想讲是毋是雅树路害啊？雅树路害去啊？应该就是雅树路害。结果尾仔的时阵，我就真正去甲电池换了。哎哟，徛得都好势好势啊！甲人误会有够深，你知无？这就是制约，就是迄个观念。那么东方的这个王呢？东方的这个博士因来，因问一个问题：王爱生伫倒位？伫王宫，伫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京城，要做王的应该爱生伫王宫所以呢，因就安尼伫遐想，因就讲这是干那出世来做犹太人的王。但是，伊是生出来做犹太人的王，或者是伫另外一方面内底，其实上帝所应允的，无一定是干那犹太人的王。圣经讲，迄个政权要担伫伊的境界顶，迄个政权毋是干那讲一个人、一个国家的政权，迄个政权内底是讲甲全地的政权。伊的名称作切殊奇妙的君王、平安的王，所以。伫这当中，因所想的，就是干那这一点。但是伫上帝的看度、上帝的救恩内底，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的时阵，约翰福音3章16节记载耶稣基督所讲的一句话：上帝疼世间人。但是迄个翻译其实，咱若倒转去看这个希腊的原文，伊是讲上帝意爱 cosmos。cosmos 是啥？规个宇宙。上帝疼整个宇宙，总是咱人是代表，所以但是迄个翻译的时阵，甲伊翻译伊就限制伫其中。咱上帝疼宇宙，甲上帝疼主要疼世间人无毋对。宇宙万物是为着世间人所做所有，但是上帝若无疼宇宙，咱人就活了袂好势。你敢听我的意思？上帝一定爱疼宇宙，咱人才活会好势。上帝若讲宇宙随在恁去，明仔载彗星就会撞地球啊！咱明仔载咱就活袂伫这个所在，所以咱真济代志是已经互习惯，甲咱绑掉咧。了，咱第二个所在讲，希律王听到，伊就心内不安，耶路撒冷规个城的人也拢不安。是安怎？因为希律王伊本身是一个真高才艺的人，伊家己本身的活命内底真烦恼，真烦恼伊的兄弟来抢伊的王位。伊也甚至烦恼因囝会来甲伊谋杀去，是安怎？因为伫当时迄个时代内底，伫身边上界忠心的这个忠臣，都有可能起来
杀死家己的皇帝，家己做皇帝。所以，伫一个混乱不安的时代内底，希律王听讲，佫有一个新的王要出世来做犹太人的王。做犹太人的王，我就是犹太人的王啊！是安怎？你佫甲我讲，佫有另外一个王，所以伊真烦恼，真看心这个代志。所以伊伫迄个所在，伊就伫遐呢烦恼惊吓，心内底不安。那么百姓因为知影希律本身这个性情。所以百姓嘛非常的不安，万不利阮这个国王，若个掠狂起来，哇！安尼，阮规城的人拢烦恼，规个耶路撒冷、规犹太地拢总烦恼。你知影有一句话安尼讲，顶悬拍一个加枪，下骹全部拢地动，知影？就是咧讲这。所以因耶稣是真正要来做王，夺取黑暗的权势，来占伫你的心、我的心内底。但是咱愿意哦，耶稣基督做王无？今仔日，咱有6位的兄弟姊妹要来接受洗礼。咱是干那要耶稣基督来做咱的帮衬者，也就是对他以后，咱爱顺从耶稣基督的话语来行。咱愿意予耶稣基督来做王无？这个问题不但是要受洗的人应该来问咱家己，就是咱受洗真久的人。咱就拢爱搁再一届，特别伫这个圣诞节这个日子，咱更加爱问咱家己：我甘予耶稣基督来做王，还是我感觉讲哦唔好呢？耶稣做王，安尼我着这也袂当，迄也袂当。但是耶稣基督做王，耶稣的名字伊有一个名，伊的名称作平安的王。牧师甲各位报告过，平安一个上界基础的意思，就是各项代志拢会伫正确的位置顶面，迄就是平安。耶稣基督是平安的王，会互咱的生活各项代志拢伫正确的位置顶面。咱是安怎爱因为安尼来不安呢？所以伫这当中，这个不安的希律王，伊就调集了民间的祭司甲文书。因就伫迄个所在问讲，基督应该出世伫什么所在呢？咱感谢上帝，即民间的祭司、祭司长甲文书，因是伫这当中用心的人。虽然因伫这当中，因的生活习惯，因嘛伫迄个所在来受到一寡的限制，但是受限制，伊原来有一寡正面的价值。咱人有经验。所以咱来到安乐圣教会，咱是靠经验来的，对无？咱毋是坐客停车讲，我要去安乐圣教会，客停车就甲咱载，一届两届。但是咱家己安怎用行的来，咱家己骑脚踏车、骑奥多麦来，这是啥？这是一款经验。但是伊啥啦？是制约。你敢有想过？咱敢有想过一样代志哦？咱对咱兜要来甲咱教会。你差不多拢行迄条路，也袂经别条啊，有无？你差不多拢行迄条路，就是安尼行啦，就感觉迄条路上界顺，上界直。但是别条路敢袂行哩？会呢。咱有诶一款冒险家吼，因就是呐，这条路行过啊，我明仔载行迄条，迄条路行过啊，后日行迄条，人因会看到加足侪物件。但是无论安怎，制约有正面的价值。就是伊互咱有经验，伊互咱变做专业，到尾啊，咱有法度安怎引带，甲人报这个代志。基督应该出世伫什么所在？这个问题回答，信仰甲历史的答案，毋是伫君王。皇帝无一定会知影这个代志，但是伊是属乎上帝的百姓，属实祭司因的专业，因会当引带，因会当提供答案，因知影属实答案。当基督应该出世伫什么所在？这是因的专业，所以咱要起厝，咱嘛安怎？无信主的人，伊做建筑师，咱嘛是会去找建筑师。伊虽然无信主啊，但是安怎？咱嘛是会拜托伊，因为这是伊的专业嘛，伊会了解。无你讲哦，我牧师来剃头，剃头，无莫去剃头店。凊彩找一间迄个看有人迄啥物咧，无加花加草的。来迄个啥物所在？咱迄个南宁街迄个边仔遐，
哦，迄加油站对面遐无咧种草种花，吼，我拢看一个人咧摕个加刀咧啪啪啪啪，啊无咧牧师来互伊加安尼，咱敢会安尼？袂嘛，咱一定会找专业的啊，迄就是专业，因知影，因了解明白这个代志。基督应该出世伫什么所在呢？属上帝的儿女啊，属上帝的儿女，天国的祭司应该知影答案。这文书，这祭司头，因知影基督应该出世伫倒。因毋是出世伫耶路撒冷，因为古早圣经内底写着犹太地的伯利恒，你伫犹太诸城当中毋是上世，因为将来要有一位君王对你遐出来，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民。所以祭司头甲这个文书因真清楚，因有读圣经呢，这是因的专业。但是咱今日做属世的，咱属上帝的儿女，咱的确应该爱知影，伊敢只是干那基督，敢是干那出世地点的尔？耶路撒冷、伯利恒，或者是更较重要的，基督应该爱出世伫你的心内，伫我的心内，并且基督无应该干那一直定定安怎倒伫马槽内。有的人啊，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家己拢信30几年，但是耶稣拢未大。你说，就是30几年，耶稣嘛是个红鞋啊，倒伫我的心内底。三不五时啊，圣诞节来甲看一个袂歹。人阮真德姐甲阮讲一个，讲吼，你要做啥 CEO 的基督徒？啥叫 CEO 的基督徒呢 ？Christmas Easter Day only，CEO 的基督徒。对，就是圣诞节甲过偌节，干那这2天会来尔。所以这就是 CEO 的基督徒。但是基督应该出世在咱的心内，并且爱怎？30年啊，基督嘛应该爱大甲有看呀。圣诞节互咱纪念基督降生，但是咱来了解基督对咱降生的意义。这是场因伫遮的想法内底。因虽然是安，但是因的本质效应是值得咱该尊敬的，因为因会当回答标准的答案。虽然个答案是属实的答案，但是所有的智慧拢是对倒正光的白上帝遐尼来的。起初爱用偌济料，无信上帝的人嘛算会出来，你知无？电线爱用偌大条，无信上帝的人嘛是算会出来。这是因的专业，这是。因伫当中真自然的反应，其实这嘛反映出对上帝的认捌。但是这个答案虽然是真标准、真制式啦，总是安怎？伊是标准的答案。但是咱确定咱是上帝国的儿女，上帝国的祭司，咱应该更加认真殷勤伫上帝甲圣灵连接，互咱的信念的系统有相当的准确性。并且有一定的属灵的官兵。有的时阵有一寡兄弟姊妹会来请牧师为祈祷。我过去的时阵真爱为人祈祷，我嘛足认真替人祈祷。有一天我读到圣经内底讲一句话：你莫赶紧做代志，莫伫人的罪上三甲做伙有份。这句话呢，互我深深思考一寡代志。有的时阵，人的活命会牵涉出来一寡罪恶。但是我干那要互上帝甲我救，但是我唔爱照上帝的方法来做。上帝也求你想赐我细胞健康，但是我继续食薰，安尼是要甲祈祷，也唔甲祈祷。上帝也求你帮助我，互我唔通搁再负债，但是继续跋筊，安尼是要甲祈祷，也唔祈祷。其实咱甲祈祷，求上帝帮助伊，上帝互伊唔通阁跋筊，上帝帮助伊会当甲分解起来，唔通伫迄个所在，伫遐呢袂记得上帝做代志的方法，迄是咱一定爱有的属灵的官兵。了后，咱看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啊，或者希律王，伊伫迄个所在暗暗调博士来，伊就甲伊问。
了，伊伫即当中做详细询问，有上界身份的请求，但是温从最浓毒的谋杀的意念。亲爱兄弟姊妹，伫今仔日这个世代内底，你看诈骗事件，毋是今仔日才发生的，你敢知？诈骗集团，我感觉就是啥？希律王就是诈骗集团。啊，但是希律王是诈骗集团，但是搁较头前是啥？魔鬼撒旦啊！创世纪的时阵啊，诈骗集团就出现啦。上帝敢安尼甲你讲，但是我甲你讲哦，保证，你若食即粒果子啊，你后盖安怎，就一定会趁大钱。你就亲像上帝遐聪明遐巧，有无？你今仔日吼，若甲30万交代互我甲你的退休金，吼，我保证我逐个月拢互你10万，安尼你讲好毋好？好。这都拢共款的嘛，听起来就是拢种共款的啊。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脱离即款。咱每一届甲人相合做伙的时阵，咱有用，咱是真心疼惜即个人，还是咱会通伫迄个所在看见希律即款的歹，咱也会当对即个歹当中来刷开，无伫迄个所在来做即个歹。咱拢爱问家己，我来朝拜耶稣基督的动机到底是啥？我要互上帝，要互耶稣基督解决我的问题。那安尼，我应该做的就是安怎？照上帝、照耶稣基督、照圣灵所甲我讲的去行，安尼才毋是正确嘛？对无？我即个肺炎吼，甲当也搁咧扫。我去互医生看，啊，医生甲我讲爱食这药啊，食这药啊，食这药啊。啊，我转来若拢总毋食。啊，了后时阵后礼拜去回诊，啊，医生来问我讲啊有较好无？啊，我就甲伊讲无较好。啊，伊讲奇怪，无应该啊。啊，伊就甲我讲啊，药啊应该有效啊。啊，我甲伊讲啊，你的药啊我也知有效无？啊，所以啊我就无食啊。啊，所以啊无食应该会好啊。啊，你搁要问医生？你听我意思无？所以，咱的活命内底，咱今仔日互上帝，咱邀请耶稣基督做咱的主，咱敢真正承认，伊是迄一位王，天顶地下宇宙万物的王。所以，伫即个所在，咱看见，遐博士因伫即个所在听见，因就去。了后你斟酌，咱爱注意哈。伫即当中，连续有几样代志，看见迄个婴仔拍败迄个囡仔，拍开宝盒摕黄金、如样月玉献互伊，连续其实有5个动作，看到拍败、拍开、摕献，这是伫当中咱讲第一项代志爱注意。天主教教单也搁咧派玛利亚，但是请注意，圣经所记载是啥？拍败迄个囡仔，无拍败玛利亚。先甲这一点记起来。第二，咱咧敬拜时，即个拍败，你注意看哦。天啊，即个东方的博士，因读甲博士应该原来20岁有啊啦。但是这个红婴仔呢，这个囡仔呢，可能1岁啊2岁，极加1岁啊2岁。因为是安怎安尼讲呢？因为希律王迄阵啊受气起来的时阵，讲要杀啥？既然是耶路撒冷。以色列全地2岁以下囡仔拢安怎？甲杀死，因为希律足斟酌甲问过嘛。所以，结果耶稣基督这个时阵大概就是2岁，但是智慧的博士因安怎样啊？清楚认出来，伫灵里内底认出来，因明白这个囡仔就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咱今仔日来敬拜耶和华上帝，敬拜主耶稣基督。无论咱的身份偌悬，博士这个字，等下我会搁甲各位解说。迄个字毋是干那读足侪册的人，迄个字内底有某一部分，有的时阵伊原来用作君王。咱就是做较大，咱会做较总统无？会。但是，就是总统，伊嘛是来
认捌上帝，敬拜上帝。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因伫迄个所在献金、献上黄金，那迄是对君王所献上界宝贵的礼物。黄金某一部分甚至是代表性命，性命就是金钱。咱真侪时阵拍拼，其实咱是啥？就是咧趁金嘛，你听我的意思吗？另外一部分，迄是献予君王上界珍贵的物件之一，因为迄是性命的某一部分的代表。第二是乳香，乳香是伫迄个时代内底人咧祈祷的时阵，爱点这个香。启示录到迄个时阵，也搁咧讲，迄时因的祈祷，迄时的香请到上帝面前，就是啥圣道的祈祷。所以乳香请到伫上帝面前。迄是一个祈祷，是向着上帝跪拜，承认我的不足，我需要上帝，我会徛伫上帝甲人当中，我诚做祭司，所以上帝，我将着这乳香献予你。第三，没药，没药，伊是一种死亡的时阵，才会伫迄个所在来甲伊抹起的药啊，防止伊的败害。防止伊的腐烂，安尼有人讲哦，安尼都打出事尔，啊，就献没药，安尼这若要咱台湾人讲，这有这啥？这敢无足欠算的，对无？打出事尔，牧师打出事啦，哦，啊无做做道济啦，了后就有一个人哦，买一个棺材来讲，来牧师这副生活你甲你留咧。迄意思就是安尼啊，真正就是安尼啊。哦，牧师有一天你会巧用，啊，这棺材先甲你准备一下。虽然我迄阵还未做牧师嘛，但是你用属灵的眼光已经看到，其实这个部分内底咧讲到，上帝我的活命甲你相连，只有安尼我的活命才哪袂朽害。我将我的生命献予你。没药是咱的一生。你知影，当人离开世间的时阵，个别礼拜会当成做一个奉献。伊是一生的回顾，伊也通过这个个别礼拜来见证上帝伫伊心上所行所做。无定到这个人，伊也无一定有信上帝，但伊愿意甲个别礼拜。来个别式来奉献予上帝，兼且也伫迄个时阵，通过牧师、通过兄弟姊妹所做的见证、疼痛甲关怀，因伫迄个所在接触到福音，认捌到主耶稣基督，人生的路尾，原来会当成做阳光的奉献，献予咱的主。伫迄个时阵，咱承认伊是主。亲爱兄弟姊妹，咱注意到咱的敬拜，咱有看见迄个婴仔玛利亚拜伊拜迄个囡仔，伊伫迄个所在来奉献这物件。这个代志内底斟酌看，圣经和合本并无伫这个所在翻译。伫这当中，当希律王的时阵，耶稣做犹太人的王，有几个博士，有几个博士的头前其实佫有一个字，就是希腊文字数空编号。这个字讲看斟酌看，安尼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爱咱注意这个代志，注意这个代志做啥物货？因为因所奉献的，甲因伫迄个所在出发来找这个王，因带着礼物，伊经过风霜，经过旷野，经过沙漠，来到伫这个所在。侍奉上帝需要付上代价。感谢主的恩典甲疼痛。伫昨的时阵，咱的这个平安暝的感恩的时阵，感恩暗会，真侪兄弟，大家人三甲做伙来奉献做见证。牧师一直甲感谢。其实更较爱感谢，实在有一个感谢无对，就是咱的
音控人员，个招待人员，真实的。其实这招待人员，你知影因伫外口冷叽叽，咱伫内底是温暖的哦。了音控人员哦，对头到落尾，因伫这当中，若无甲伊认真甲音控就好，牧师应该讲的时阵，甲伊消音。所以咱会看到，因的奉献是全人的奉献。虽然人袂记哩，虽然牧师袂记哩，但是上帝会记哩，会知影甲全人奉献。博士这个字有几啊种翻译。第一，伊就是咧观星望道的人；第二，伊是智慧人；第三，伊是祭司。博士因是对观星望道看到弥赛亚的降世，所以因踏上敬拜的路。智慧人就是将因一生所有的累积了写做因的教导，来影响祝福当时代也是后代的人。因迄个上帝对着观星望道，看到外在对平凡的事物来看到永远，伫上帝永恒的计划当中，甲上帝同行。顶顶礼拜咱讲到遐个雇羊的人，因是互天使甲因启示，因才去找耶稣。但是博士人因是对着事理内底，因就会通去找。如果咱若无法度承认讲一支手机伊就是有一天的时阵，风台来甲这个物件互相咧扣来扣去，有一寡塑胶，有一寡这玻璃利利落落的怎经过几千万年，伊就变做一支手机咱若唔肯承认这个事实，但是真奇怪哦，咱就是甘愿承认这个宇宙伊是自然来的，安尼这毋是足奇怪？细项代志唔承认，大项代志大甲讲这安尼自然的对。你安尼，咱安尼敢有感觉？伊真正足无符合科学的。所以一个真正有科学精神的人，伊其实是会去认捌超出上帝。这是伊用永恒的君王来落拜，毋是伫地面上是囡仔的样式。伊看到伊伫永恒内面的位分甲权柄，伊会堪得。亲爱兄弟姊妹，咱可能会欣赏好野人，但是你知影，你敢若会尊敬有品格的人，敢毋是安尼？廖牧师足好野，毋过廖牧师好野拢诈骗来的。你安尼，你会欣赏廖牧师吗？袂嘛。但是你看到一个人有好的品格，你的确会尊敬伊，对内心来疼惜。英国有一届的时阵举行一个就是集资卖这个乐透彩券，了当中呢，迄个圣诞节的时阵销售圣诞拉炮，就是你有淡薄仔亲像咱乐透，你就揪一个炮蹦一下，内底出一条二条出来。了其中有一只游艇价值370万的英镑，就是差不多1亿5000万的台票。真侪人拢意外，尾这单原来真正有人钓到。但是咱有想过无？世间的人会当用遮尔侪钱来庆祝圣诞节，献上迄个礼物，但是咱献上啥物货？博士伊伫梦中互主指示，毋通转去见希律王，伊就对别个路倒转去本地了。伊拄着上帝，伊拄着主，互主启示，因行上主所启示的道路，迄个本质是无共款的，路是共款的。但是即个时阵，我对即条路来，但是我对别条路转去，我无搁倒转去找希律王，迄是一个本质上完全的改变。咱敢有对我原本的期望，行主的心意，甲伊的心意，或者是咱继续活伫咱家己的想法内底。咱会当做一个整理的时阵，你会当了解，人会有真侪遮经验、习惯、专业，咱会当引带别人，但是咱嘛真容易到落尾过头相信咱家己，到伫落尾咱就被制约了。伫生活的事件，伫道路的选择，伫生命的意义，到伫落尾，咱拢掠家己做事。但是对于
因遮的即款的对着人生内底会当讲会当使用，但是人生就是70、80年、100年，但是嘛是短啊。但是对上帝所来是啥？上帝是伊的心意，是伊的启示，是伊的引带，是伊伫咱活命内底，互咱灵活，并且更新，搁较重要。上帝所予咱是到永恒的久。博士因受到启示，行上永恒的道路。咱伫这当中，有真正去认捌到上帝的心意无？来朝拜主耶稣，迄个意思就是上帝。我甲我家己的意见藏落来，因为我知影你对我会听，你往我所怀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互我伫人生的路尾有好的结局。所以主，我来朝拜你。基督的信仰怜悯所有基层的百姓，包括旷野的遮的雇羊的人。基督的信仰爱开启智慧人的眼目甲视野。咱若是一个聪明人，咱有亲像这的博士看到耶稣基督是啥物人无？伊的位分，伊的官柄，咱有认出来无？雇羊人得到天使报信息去敬拜耶稣，但是有智慧的人，伊会对天上对着文献认出耶稣基督是万王的王。基督其实是所有真实超出真理的人，伊的君王。咱若有一个诚实的心，咱一定会认出来，耶稣基督是真道，是平安，是永远的王。我来朝拜耶稣，因为伊是主，伊堪得所有的礼物，伊堪得我这个人的活命。咱是毋是已经行起哩上帝启示咱的道路？大家额头来祈祷。主平安的上帝，恳求引带阮，互阮进入你的丰盛，进入你的国。通过朴素因朝拜的路程，求主你继续引带阮，互阮互你找到，互你引带，互阮进入上帝你永远的平安。在阮人生所有的事件困难，以及阮对永恒的憔悴，主愿你开启阮的心心灵，互阮认出你来，互阮跟对你来行，互阮甲阮的心交托给万王的王你，你也要引带阮离开黑暗，进入真光，互阮得享永远活命的平安。献上阮的恳求、祈祷甲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要三甲做伙来举行洗礼。咱感谢上帝的听堂，伫个恩典内面，甲咱三甲同在。今仔日咱有台语堂有3位兄弟姊妹要接受洗礼，有罗婉红姊妹、林经伦兄弟，以及洪丽月姊妹。求上帝亲自赐福，咱会当三甲做伙，同心来见证这个神圣的时刻。咱来邀请3位的兄弟姊妹，咱同齐来到伫头前这个所在。
来，咱请三位兄弟姊妹起来到伫顶悬。李月姐，你先伫下开面就好，哦，谢谢。等一下。李月姐先在那边就好，先在那边就好。好，咱这是三甲做伙同齐来祈祷。圣父、圣子、圣灵上帝，三位一体的主，阮伫这个时阵，奉你的名，同齐伫遮做伙组织。父上帝，愿你亲自成就你的疼痛甲救恩伫阮当中。今日阮的兄弟姊妹同齐伫遮立定心志，照主你所应允的，伫众人的面前要来认主你的名。主你讲，伫众人面前认你的名，将来你也要伫爸甲使者的面前来认阮的名。阮感谢主，将在这个救恩赏赐互阮，唯愿你成就一切美好。阮也同齐为着这个代志欢喜做见证。感谢主，互阮甲阮的兄弟姊妹三甲有份，伫上帝你荣耀救恩的见证当中。现前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王龙姐，请你跪落来。站起来。罗婉红姊妹，你这个时阵要接受洗礼，牧师有3个问题要甲你请问，请你斟酌思考以后大声回答，安尼要真做你接受洗礼的根基。第一，你是毋是承认耶和华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的活命也是伊所想赐的，你愿意安尼相信吗？第二，是毋是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为着你的罪降世来到这个世间，并且为你钉死伫十字架，第3日对死里搁活，通互你相信，伊是永活的主。你愿意承认伊替你担罪，为你死，为你活？你愿意承认伊做你的救主？你愿意安尼相信吗？第3，圣灵感动你，互你今日接受洗礼。对答以后，你是毋是愿意继续顺探圣灵、读经、祈祷、自会奉献，用一生的年日来见证上帝的疼痛？你愿意安尼顺探圣灵吗？大阮红姊妹，因为你所做的信仰个别，这是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行洗礼。你的名字罗婉红，记伫上帝的活命册顶。我的查某囝，我的心为你欢喜。自从你第一日敲找我的时阵，我就深深互你的爱所吸引。我用永远的爱听你。你莫讲我是孤单的，因为我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我会为你拍开头前的道路。我要将口才赏赐予你，将勇敢的心赏赐予你。每一届你开声为我做见证的事，我的确要赏赐你应该讲的话语。我是你的天父，你是我的宝贝查某囝。我听你，我听你，我用永远的听你。你就伫我的内面，伫
吉祥平安。我还要将久长的日子相赐予你。天父上帝，感谢你的听，亲自赐恩伫元皇这身上，愿主你成就，照着你家己的旨意，互你的查某囝伫你的面前满得荣光，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请起立，起来，起来，可以吗？来 ，OK， 好，来，先站旁边，好，先站旁边，来，经纶兄。林经纶兄弟，当你要接受洗礼，所以牧师有3个问题要问你，请你斟酌思考以后，通真做你受洗的根据。第一，是毋是你承认耶和华上帝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并且你的活命也是伊所赏赐你，你愿意安尼相信吗？第二，是毋是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为你的罪来到世间，对天降临，并且为你钉死伫十字架顶，第3日对死里搁活，赏赐予你相信的恩典。既然你相信伊，你就会当成做伊的儿女。你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吗？第3，圣灵感动你，互你今日愿意接受洗礼。对打以后，是毋是你愿意继续顺探圣灵的引带，殷勤读圣经、祈祷、聚会奉献，用一生的年日见证上帝的听堂？你愿意安尼行吗？林经纶兄弟，因为你所做的信仰个别，这是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行洗礼。你的名字林经纶，记得基督活命册顶。我要赏赐予你天顶的荣光。你殷勤读我的话，我就予你大有能力。你起所虽然微细，将其落尾会愈来愈伟大。是因为你顺探我的话，我就予你伫一切的事上大有胆识。我的囝儿啊，毋好为家己所有的一切感觉惊吓，也毋通为着家己的一切感觉骄傲。我是你的上帝，你一切所有是我予你，我要引带你。你若照我的话语来行来做，我就要予你伫万人当中做头无做尾。我赏赐予你智慧，我予你经营你手中的一切。你就有10分的平安，并且也要祝福你甲你的家族，互人对你的形象看到我对你的听堂。这是主耶和华所讲的。被上帝愿你亲自成就经纶兄活命所有一切的命定，赏赐予伊勇敢的心。一生为主做见证，赐福伊手中所经营的一切，有智慧照主你的心意来经营，通互主你的心意成就伫经纶的身上，也祝福伊厝内面的人，祝福伊身边的人，对伊的身上经历上帝之爱甲丰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起立。站住。你可以下来吗？要帮忙，好吗？所以你有法度跪落来无？
好，无要紧，没关系，可以吗？会足勉强袂？啊，来，没关系，但是你这样要当动3分钟呗。跪着这样子能不能跪3分钟？好不好？你就坐咧，好，OK。OK， 来。OK， 不，好 ，OK， 这样就可以 ，OK， 好来 ，OK， 好，这样子就可以了，好来。兄弟，我姊妹，这时你要接受洗礼，在洗礼进前，牧师有3个问题要问你，请你斟酌思考了后的时阵，牧师会根据你所做信仰的个别，真侪你洗礼的根据，所以请你斟酌听，也斟酌思考来回答。兄弟，我姊妹。我要问你，是毋是你相信耶和华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并且你也相信你的活命是伊所赏赐予你，你愿意安尼相信吗？第二，是毋是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伊为着你来到这个世间，替你担罪，钉死伫十字架顶，并且第3日对死搁活，真侪你会当相信的证据。你愿意安尼来承认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除去你所有一切的罪，互你伫上帝面前真侪圣洁。你愿意安尼相信吗？第3，对答以后，圣灵会徛起伫你的心中。就亲像过去引带你认捌伊，今日感动你接受洗礼。你愿意对答以后继续顺探圣灵，殷勤读圣经、祈祷、聚会、奉献，用一生的活命来见证上帝。你愿意安尼行吗？兄弟，我姊妹，因为你所做的信仰个别，这是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行洗礼。你的名字红历月，记载伫基督活命册顶。我亲爱的查某囝，你所有的目屎，我拢甲你扣伫我的落仔内。我是你的上帝，我是你的天父。你着将心中一切苦愁交托给我。你的伤心，你的艰苦，我拢知影。虽然过去的生活，互你失望，但是旧的代志拢已经过去啊！有新的祝福，新的开始，新的恩典要临到你的身上。你莫讲啊，拢随在伊啊！你着爱抱着信心甲仰望，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会当伫沙漠开出江河，伫旷野开出道路。我是你的主，是你的上帝。伫我敢有难成的代志吗？我袂互你失去的，搁得到；我袂互你所有惊吓消散。对答以后，平安真多你的记号，因为我是听你的上帝。这是耶和华所应允的。天父上帝，你亲自成就你的救恩，赐福伫列月者的身上。今日伊伫众人的面前领受上帝你的祝福，照着伊的信仰，愿上帝你亲自成就一切的美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主。来，请咱来到道前。满腔撒照，先在这里就好。来到这边。来，王龙姐，来。
来，亲爱兄弟姊妹，甲咱各位介绍咱3位兄弟姊妹。过去因做先生女士，但是今仔日伫上帝厅堂内底，因诚侪咱的兄弟姊妹，罗婉红姊妹、洪丽月姊妹以及林经伦兄弟，咱感谢做恩典。咱即时请牧职同工咱的牧职同工以及现任的即个执事甲小组长，咱同齐做伙来跟握手来表达。教会对着因的欢迎，伫上帝国内底的交配，咱请咱的团队职者以及咱的小组长甲咱现任的执事来跟握手来跟接纳欢迎因的来到，谢谢主。好来，好来各小组有要敬礼咱即马来敬礼好各小组若是有要敬礼。好来，身边的人先帮伊退一下哈，谢谢。好，来，感谢做稳定来。这是咱教会送互受洗人的这个洗礼证书毋是毕业证书来，经文兄，谢谢，证明。好来，来，咱家徛安尼来，等下时阵，对，好来 ，OK， 来，好来，无紧你徛安尼得。好，感谢做稳定，谢谢。好，感谢主，咱搁再一届祝福咱的兄弟姊妹，谢谢。上帝祝福，大家平安，谢谢，感谢主的恩典。来，亲爱兄弟姊妹，这个时阵，咱要三甲做伙来共守圣餐。咱请侍奉的同工来到头前。咱即是要共守圣餐。邀请并欢迎所有奉爸囝圣灵的名来受洗兄弟姊妹，同齐来纪念咱的主。也伫这个时阵，甲各位邀请，恳求上帝亲自赏赐恩典伫咱的身上。每一届咱领受这个饼甲杯的时阵，咱着斟酌思考，也着爱用心伫主的面前。因为圣经讲，咱若无斟酌分辨，这是主的身躯、主的血，咱就是咧食啉家己的罪。所以，咱伫这个时阵，同齐用着敬虔的心来孝念。即使咱若是还未接受洗礼的，请暂时无接受这个饼甲杯，或者是咱今仔日特别感觉咱无平安，有啥物代志？咱无法度赢过，甚至伫其中，就是咱感觉咱真正无法度原谅，总是咱恳求主亲自来引带咱。
就爱用信心来领受。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愿意用恭敬的心、虔诚的心来领受基督的身躯、基督的血，是照着主耶稣所教示咱的。伫受卖迄一暝，提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对着学生讲：“恁提食，这是我为恁众人所拍破的身躯，恁着安尼行来纪念我。”咱所行的。敢是干那食这个饼、啉这个杯吗？敢搁较是效法基督的死，亲像基督同款，愿意为人牺牲咱家己，愿意甲人带到上帝救恩内底。每样恁食这个饼。啉这个杯的时阵，就爱安尼行来纪念主。恁每同摕到这个饼甲杯，就彼此等待，也得审察家己，宣告上帝的救恩，借着基督成就，也因着圣灵引带，互你心内的力量勇行起来。照主所应允的，食我的肉，啉我的血。有我的活命伫伊的内面，伊伫末日也要搁活。所以，咱既然有这个极大的愿望，咱就会有能力来活出美好的见证。这是耶稣基督的身躯为你所拍破的，这是耶稣基督的身躯为你所拍破的。咱就安尼行来纪念主。这是耶稣基督的身躯为你所拍破的。基督既然为咱来死，咱要效法伊的牺牲，伫伊的疼痛甲祝福内面，甲伊相同行。基督怎样为咱来死，咱也愿意为人牺牲咱的利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甲人带入来伫基督的救恩内底。咱也知影，伊是公义的主。疼痛的主，伊的确要引带咱进入伊永远的国。咱每项摕这个饼，就彼此等待，也着审察家己，并且恳求圣灵加添咱的心力，互咱会通伫伊的话语顶面顺探，就叫咱得到力量甲权柄。来，请工会执事为着这饼来献上感谢。哈利路亚！荣耀至高的主阿爸，我哋在这个所在献上感谢而乐。阮知影，阮本是卑微的尘土，但是因为你的疼痛，互我哋在这个所在有得到个我的愿望。我哋在这个所在要当为着要食啉献上感谢而乐。因为你是主，是阮的关台，是阮一生最大的愿望。我哋在这个所在，再次过来领受你所赐的保护，为着阮的保体，为着阮的心，阮一切罪过来会当洁净。因为阮知影，因为你来降落伫这个地面，互阮在这个所在有出世入生的活命。阿门。我哋在这个所在献上感谢个乐，愿主你的圣灵，就是引带锻炼伫阮。伫过去的日子，保守看顾，我来靠无你，圣灵继续引带锻炼，互我一生一世行伫你所应允的道路，永无偏离。谢谢。主，我在这个所在献上感谢而乐，因为你互阮在这个所在会当互阮头额光环
来仰望阿乐你。谢谢。感谢主，荣耀归你。感谢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之名。阿门。当这领受基督为咱所拍破的身躯。饭后，主耶稣基督提起杯来祝谢了，就本学生讲：这是我为恁所流的血，恁提起啉，用安尼行来纪念我。这是耶稣基督的血，这是耶稣基督的血。你每逢摕到这个杯的时阵，就想念基督为咱所流的血，也就审察咱家己，并且倚靠圣灵，宣告上帝救赎的恩典，见证基督所流的宝血。除去世间人的罪，咱也愿意学习基督，为着咱的至亲，为着咱的朋友，愿意献出活命。主耶稣讲，人为朋友舍命，疼无比这搁较大的。主又搁讲，食我的肉，啉我的血，有活命伫伊的内面。伫末日，我要互伊搁活。现在兄弟姊妹。咱既然有这款的应允，有上帝的约，就亲像灵魂的钉，放伫咱的心内，就应该持守咱的心，互咱真正活出基督的款式，顺探主的话语。勇敢分享咱的见证，伫这个世代内面，互人看见咱和世界是无共款，就亲像基督伫迄个世界共款。伫伊个世代内面，人对伊的心像认出这个人甲人无共款，因为伊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咱也着安尼来跟对主的话语来行，因为咱既然对主。咱就有主的权柄，咱这时来请真德执事为着这个杯献上感谢。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了你。阮今仔日徛到主你的殿前，阮感谢主，因为你疼阮，你为阮的罪钉一十字架顶，你救赎阮，阮会成做一个新的人。主啊，你伫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为阮来流。主啊，互阮的完全变做一个新的人，伫你的面前。主啊，求主你来帮助阮，互阮时常来思想主你的疼。阮知影你的悲伤为阮，你的悲伤互阮得到医治，你的刑罚互阮得到平安。你是平安的王。阮知影，阮若信靠你，阮就有永远的平安。哦，主啊，你赏赐的阮是真实的平安。主，阮感谢你。特别是为这个圣诞节你降生的日子，阮更加来孝念主你的疼，你为阮所做一切。主啊，阮要一生一世来跟对你，照着你的话来行，我遵听你的旨意。主啊，引带人更加来，更较侪人来明白你，来知影主你的救恩，你互阮是永远的活命。主啊，阮感谢了你，求主你也来帮助阮。互阮有更较大的信心来倚靠你，阮每一日来靠你的话来得胜，
过得胜的生活。阿知影门即个世间真充满真正的黑暗。主啊，阮求主你，互阮有更较大的气力、个信心，来赢过即个世界的黑暗。阮来引带人来明白你。主啊，求主你，使阮有每一日气力来过得胜的生活。阮来感谢而乐，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当者用信心来领受基督为咱所留的血。要收杯的时阵，咱三甲做伙来吟唱圣歌第85首，请咱同齐起立来吟唱。一尊上帝圣歌，无罪过无下数，就是救我免得灭亡，真是我的救主耶稣。愿你今日纪念基督，为你降生，为你受死，为你搁活，为你祈祷，互将来你也会通甲上帝以及正使者，伫伊的国度内底，同啉迄个新的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请坐。毋知有新来遐个姊妹无？来首先咱欢迎吴秀玉姊妹秀玉姊妹，感谢主。这是请坐甲碧生因是母仔囝碧生过去的时阵也来到咱当中感谢主，谢谢。好，咱散会了的时阵会当甲碧生甲秀玉姐因有真搁较侪必要的交配，搁有罗玉来请坐，请坐，罗玉兰姊妹还感谢主，谢谢。个这位是罗在斌弟兄在斌兄感谢主，谢谢，欢迎非常欢迎来到咱当中。系好来在斌兄甲伊落有人这感谢主这真好的朋友啦对台北安尼特别都来管理咱搁再一届欢迎因感谢主，谢谢。来，搁有其他兄弟姊妹无？
好，是无？咱即时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搁再一届宣告基督救恩伊的疼痛，甲咱三甲同在，用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一切。咱三甲起立来吟唱诗歌，同齐来奉献。献上自己为祭，完全降服于你，令我雄雄来奔守，恩高后世一起，该称赞不放。高举基督旌旗，你看我们为华冠，以我们为肩鞭，让我们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起来督促其中的破口。从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让我们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我们起来督促其中的破口。从修毁坏的祭坛，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的国度降临。愿全能的主上帝，因着伊极大的疼痛、恩典甲怜悯，丰丰富富赏赐予你，活命、能力、权柄、精神，并以启示伫你的灵力内面，予你一生顺探伊的旨意，叫你的活命活出荣耀、祝福甲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谢谢，咱今日第一堂礼拜就到这，上帝祝福大家平安。